个这些做嘛，现你票垃圾，我啥不去挂呗，啥娃子那么一举起来嘛不多，你妈的想这个事，我啥不去带裤子对了，我啥不去挂呗，啥娃个那么天莫天马子大嘛呀，啥就都挂呗，我啥呀马里个子，只可你挂呗，花里子喽，别是你天莫天马子大喽。你考虑妥妥吃你他妈果子的二你些了，我人家一来我的我运气呀，那边个落了，阿了边呀我玩呀嘛呀，十八嘛那瓜，漂拉瓜嘛我被白个，我人家即使玩呀嘛呀，我的比个那么我十八嘛瓜被，阿弟你不是娃子去看我被，嘛个大了。妈咪听嘛瓜比，我啥里个我就干嘛？可是么里去？米奈拉错不？我啥哈里说阿咪？我啥嘛哈里说阿咪？米奈听嘛瓜爹他姑娘，啥就多，咱你多呀，多做啦我。嘛学了可嘛，咱你多听嘛那瓜，做的多做啦点嘛，俺咯。我嘛那瓜比，我啥哈里说比人家，我啥别去瓜比。你妈顾个都抓了，我啥别去挂呗？啥话跟你说嘛呀？衣服提些挂，啥子嘛呀？米都没那么表啊呗？啥跟你说了？提皮头头里头嘛吃你这边吃啥子挂？你那么不？让你都啊多嘞，侬的让你那天，就咱们都提些，个连嘛里呗？他家侬呀，即说啥子嘛挂？白没说啊你，搞起来了。他妈呀，即使米都莫个那天，侬话米嘎起都一大把么事，嘎起起来电话那么，俺老呗，嘛个大咯，让你都呀做那个，啊多里次话你里呗，拉俺米，让你都听嘛个呗，就咱们都他给里去，啊是不都俺边呀，让你都听嘛个呗，米都花都漂拉子那个咯呗，嘛个大咯，啥子都听嘛呀，做比我就咱们都。嘛啊，可卡多，耶稣米瓜呗，米都花多提些俺老呗，对么话大了？你可得可管呀，耶稣票个里子老呗，别大了，罗马头黑条嘛你自个自挂，阿了本呀一阿比那，一日你日阿面嘛过了挂，一我学大嘛，一那么喝太嘞，一莫色大嘛了错的，一阿比票个里子那么。和台里司机大咯，若被拍铁点说，若被铁里点说呀，一说啊咯，若啥子嘛里被铁里，一阿咪啥子过了年咯，若黑么过了嘛里被铁里，一说阿咪黑么嘛多做过了咯，若我喝过嘛里被铁里，一说阿咪我喝嘛多做过了过咯。我们不多若票查嘛阿里阿伢阿里，意思伢票过了嘛不多，若票查嘛他妈的伢，意思阿咪若比问你嘛哪家咯，若过点嘛黑你阿吉伢，伊咋咋嘛不多，若阿咪一被提里个里那嘛比，啥子都他妈伢，若比个我啥咪都多了那嘛，俺咯比，下个你些咯，啥个的去管伢。啥子都听嘛呀，我啥代表做的儿子格里怎么办啦？阿里的好，阿里面吃啥子都多了边阿里，啥子都听嘛呀，我啥代表格里怎么呀？阿天米漂亮嘛，嘛阿呗，别打嘛的对么话的，做嘛图很听嘛，啥子很这边啥子果子那个，阿了边呀，学学下下阿米，木瓜子都阿米。我对于说阿咪，阿么嘛阿咪，傻瓜嘛阿咪，玩意说阿咪，莫嘛阿咪，奈嘛阿咪，其他嘛女白阿里提些阿咪，耶稣耶稣若是怕奈瓜得嘛，我啥女你得呗，若得过差子嘛巴拉呗，我阿克接咯呗，嘛个大咯，阿里学瓜呗阿咪，我啥得呗若得呀，个里头。票拉子么巴拉呗，别打嘛的，对么话大咯？立刻的去管呀，啥子都得自夸嘛，就下个咯呗，嘛个大咯？
提考虑托托吃他妈吃啥子过呀？错啥子可把拉了学嘛俺呀？侬话得阿学让你的马格里尼，我啥那哈里波嘛俺是，侬话只可嘛特是侬话得嘛让你子。我哩俺咪侬话得让你嘛别提错，侬话只可那么切几个就下个让我呗。马达个咯，让你都他妈瓜别说的，立个子我呗，别他妈那嘛啊，说的让你都他妈的，只可那么别就下个啊呗，马达个咯，让你都阿里面是装啊咪，只可嘛一句个嘛，说那个做的呀，阿里面是让你都啊别啊咪，说那个小娃巴里都嘛做呗，是话的咯，我可得去管呀。塞德马我路的就漂拉着路呗，马个大了。提皮提头提头马啥子瓜？若是怕一说就说一爸爸我啥的都么个。塞德马我路的若做那么一年一学咱嘛一大嘛的措施，一说就说学瓜呗，塞一拉嘛哩若的下学个哦，若的呢我路的做那么别个，俺路呗马个了。塞德那么别我路的他妈呢？阿么嘛是特是，拉那嘛是个嘛的，古大路呗，对么话大路，错克的去管呀，塞巴流呗，对咱们下第些路，咱你都他妈瓜呗，塞嘛做多流数流呗，如果对人做天里对咱阿咪，下人得差些吧呗，别大路，你考虑偷偷吃你他妈吃吃管呀。过来呢，技术比如塞巴嘛瓜，啥都啥片一个啦嘛瓜，有马路嘛瓜，咖花嘛瓜，你啥面啥嘛瓜，我那接罗比对啥咯？阿拉边呀，我阿特塞巴呀，我特下跌罗比马个大咯，阿里提子瓜下巴呀，我提子瓜下跌咯，咱呀嘛呀说芝麻苦那次，如果对人家芝麻苦。我伢多两个，数两个，别得听阿咪，我听伢意思咪挂别人家，现在老呗，这里边马个大马的，对么话的？你可里头头里头嘛黑子挂伢，我侬伢阿里提去挂别，啥就么阿咪，你啥面啥边呐，马个里，就咱伢咪我路大的，便宜那是呐，马个里呗，马个大咯，阿里提破挂别，阿里提去挂别，咱伢都啷阿咪。若比如呢，便宜都嘛做，手里就嘛做，阿里养阿咪花里就嘞，莫大咯。便里皮头里头嘛吃的只吃日子过呢，我呢又嘛罗你白罗嘛个，阿拉边呢，我阿里挂点阿咪，你快是那么我说么了，因为这么挂阿里比操作那么。我死了，如果嘛大嘛挂咪，阿里比操作那么我死了，波浪阿咪。么啦阿咪，阿里个里咪，阿习惯阿咪，阿里比操作那么只可对嘛，我说么了呗，嘛个大咯，啥点点阿咪，不点点阿咪，嘎起点点阿咪，你嘛啥点点阿咪，阿里学黑你光阿咪，阿里比点那么比人家，说么了，阿妈点过比说么人家，意思点过比说么了嘛啊，我嘛不都，你那嘛学话不？侬那瓜啥子都做那天呀？侬比如手里就忙啊，花里就点么瓜，几点忙啊呗？我3天的瓜呗着，可是姑那嘛要结了呗？我啥个瓜呗？下个你先忙我，啊就是他是瓜我啥意思了嘛？可是没理解。